今日我想問大家一個好嚴肅嘅問題，就係你想唔想活到100歲呢？呢個問題我都問過唔同嘅朋友，佢哋好多都會話咪傻啦，咁長命，到最後又病又殘，仲要入老人院坐輪椅，真係仲慘過死啊！呢種恐懼其實好合理嘅，因為我哋平時見到嘅長壽，通常都只係見到 lifespan 生存壽命長，而唔係我哋嘅 health span 健康壽命長。你試想象一下，如果到你100歲嗰陣，仲可以同啲孫去遊山玩水，又可以自己攞住行李去旅行，行出行入都可以自己搞掂，唔使靠人幫，咁樣嘅100歲，你又想唔想要呢？今日要介紹呢一本橫掃 Amazon 榜首78星期嘅神書《超預期壽命》，作者 Peter Attia， 佢睇過無數人死亡，佢發現死亡有2種速度，一種就係快死，好似係車禍、傳染病咁樣，而另一種呢，就係慢死，即係癌症啊、心臟病、腦退化、糖尿病等等嘅疾病。佢提出咗一個震撼嘅觀點，就係我哋而家嘅醫療系統叫做醫療2.0，根本係失敗嘅。醫生呢，永遠係等你有病有症狀嘅時候先至開藥做手術，而當你喺60歲嘅時候確診癌症或者心臟病嗰陣，其實你身體嘅問題已經潛伏咗幾十年啦。而我哋更多人想追求嘅健康，其實就係講緊醫療3.0，即係喺我哋未病之前就已經掌控長壽。如果呢一個都係你所追求嘅嘢呢，咁今日呢條片一定好啱你。咁點解我哋會話傳統嘅醫療係唔足夠嘅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哋依家嘅醫學就好似喺懸崖下面等緊去救人，當有人跌落嚟啦，我哋先至去幫佢急救。但醫療3.0嘅目標就係當你仲行緊去懸崖嗰陣，佢就教識你點樣可以翻轉頭，唔好要跌落懸崖先至去補救。作者話我哋絕大部分人其實都係死喺4大殺手上面，分別就係心臟病、癌症、腦退化症同埋2型糖尿病。先講下心臟病啦，好多人呢以為心臟病係突然發生嘅，但其實血管入面嘅垃圾，一啲膽固醇嘅斑塊，係由你20幾歲食緊嘅薯條、漢堡包、飲緊嘅珍珠奶茶汽水就已經開始累積。而呢一個過程就好似屋企嘅水管咁樣，佢要塞呢都唔係一日嘅事，而係啲幾十年嚟啲水垢一路慢慢咁累積，到你去到50歲體檢見到身體報告出現紅字，其實呢條水管佢已經塞咗成70%啦。又講下癌症啊，作者指出癌症起初呢好多時都係細胞代謝出現問題，特別係當你嘅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或者一個高血糖嘅環境，呢一個呢就等於你幫癌細胞提供緊最好嘅肥料。仲有，當你確診你發現腦退化症嘅時候，你嘅大腦嘅損傷其實已經係不可逆轉。而醫療3.0就提倡我哋每一個人就要喺40歲之前就開始要做大腦大掃除啦。作者就引用咗一個希臘神話故事，有一個男人叫提托洛斯 Tithonus， 佢好想可以長命，就向神明求永生，但係呢，佢就唔記得咗自己要求埋永遠年輕，結果佢嘅身體就不斷衰老，最後變成咗一個永遠殘廢、痛苦但又死唔去嘅老人。但講真啦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長命啲，希望我哋嘅人生可以多啲嘅體驗，但最緊要嘅就我哋都要有一副健康嘅身體。所以我哋依家追求嘅長命唔單單只係長命，而喺前面要加多2個字，就係健康。咁點先至可以避免成為 Tithonus 呢？首先呢，你就要搞清楚身體嘅能量機制。人體就好似一部油電混合嘅車，油呢就係你食落肚嘅碳水化合物，亦即係糖分，而電就係你身體上面嘅脂肪。我哋現代人普遍呢都跌入咗一個生活嘅陷阱，我哋1日3餐，中間呢仲要加個下午茶，有時口痕又食下零食，瞓唔着再加多個宵夜。而呢一啲嘅動作就相當於我哋每隔幾個鐘就去幫架車加滿油。當架車成日個油缸都係充滿油，就永遠用唔到我哋嘅後備電池，亦即係脂肪。長期咁樣落去，你嘅消脂系統就會廢咗。而呢一個狀態就叫做代謝唔靈活，亦即係身體唔識得喺2種燃料之間，喺碳水同埋脂肪呢2個模式切換。當我哋血糖飆升，胰島素咧就會瘋狂咁樣分泌。你可以想象胰島素就好似一個門鐘，而血糖就係出面嘅外賣。當外賣送到，就會撳鐘開門俾血糖進入細胞入面。但如果你每日為細胞食太多嘅糖，個門鐘咧就係咁撳，係咁撳，慢慢呢個門鈴就會變得冇咁靈敏，撳極都冇反應。而呢一個就係叫胰島素阻抗，啲外賣入唔到去細胞，就會停留喺血管入面。當你一驗血嘅時候，就會驗到好多外賣，亦即係高血糖啦。
當呢啲糖分身體又處理唔到，佢又唔可以長期留喺身體入面，為咗排走佢，你嘅尿就會有糖，而呢一個呢，就叫做糖尿病啦。所以好多人話，點解到咗40歲之後飲啖水都肥㗎？原因呢，唔係因為你嘅新陳代謝慢，而係因為你嘅身體長期處於高胰島素嘅狀態。胰島素越高，就代表你向身體發出一個信號，就同佢講：而家個油缸滿晒㗎啦，個脂肪倉可以鎖住，完全唔使燒脂。而更嚴重嘅就係高胰島素亦都會帶嚟慢性炎症，而呢個炎症就好似你身體入面有把火喺度燒，佢會蔓延到你嘅心腦血管，增加你患心腦血管嘅風險。佢亦都會攻擊你嘅膠原蛋白，令你變老有皺紋，甚至你嘅大腦亦都會產生腦霧，成日覺得攰，集中唔到精神。咁講完我哋會遇到嘅問題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一齊探討下到底我哋可以做啲咩去預防衰老啦。Peter Attia 喺佢書入面提及過一句好震撼嘅說話，就係運動係世上目前最強嘅長壽藥。佢對於延長健康壽命嘅效果強過任何藥物、手術或者係補品。佢要求我哋必須死守3個最關鍵嘅運動指標。第一個指標就係 VO2 max 最大攝氧量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嘅身體喺運動到極限嘅時候，你可以利用嘅最高氧氣量。喺科學數據上面顯示， VO2 max 係可以預測到一個人死亡率最準確嘅指標。如果你嘅 VO2 max 係處於同齡人嘅底層 25%， 你死喺任何慢性病嘅風險係會比頂層嘅人高出足足5倍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當你喺中環行嗰啲長命斜路，當你行到一半就已經攰到講唔到嘢，個心補跳到好似要跳出嚟咁，咁你嘅 VO2 max 就已經亮起咗紅燈啦。想提升我哋嘅 VO2 max 咧，你唔可以盲目咁樣去跑步。Peter Attia 強調，你一定要建立一個金字塔式嘅訓練。喺我哋嘅底層，我哋就要用 Zone 2訓練，而頂層呢，最好就加埋 HIIT。咁好多人都會問，咁到底咩叫 Zone 2呢？點解呢幾年美國咁多頂級嘅醫生都好推崇佢呢？咁咧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喺你嘅細胞入面有好多微型嘅發電機，呢啲發電機咧就叫做線粒體。當你20幾歲嗰陣，呢啲嘅發電機運作係非常順暢，可以好高效幫你去燃燒脂肪。但隨住你嘅年紀大咗，你又好少做運動，又食得太多精煉嘅碳水化合物，呢啲發電機咧就會生鏽罷工。呢個就係之前所講嘅代謝唔靈活啦。而 Zone 2嘅訓練就係專門幫你去訓練呢一啲嘅細胞發電機，幫佢做一次大翻身。當你處於 Zone 2狀態嘅時候，你嘅身體就會動用最多嘅脂肪去製造能量，同時咧亦都可以刺激身體去製造更多更年輕嘅線粒體。咁喺我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去做運動，點先知道自己係咪進入咗 Zone 2呢？ Peter Attia 教咗一個好簡單嘅講話測試，就係喺你做運動嘅時候，如果你可以講到完整嘅句子，但你又唔想長篇大論咁講嘢呢，呢一個就係你 Zone 2嘅心率啦。例如你一路踩單車或者急步行嘅時候，一路又聽緊電話，你可以同對方講到：我依家行緊路啊，大概行多10分鐘就翻到屋企噶啦。而對方咧又聽得到你嘅呼吸有啲沉重，但依然可以清晰聽到你講啲咩嘅。咁呢個大概就係 Zone 2嘅心率。但如果你講到斷斷續續又喘晒氣咁樣，咁咧可能你已經去到 Zone 3或者 Zone 4啦。相反，如果你能夠一路行仲可以一路輕鬆咁同你朋友講八卦、唱歌，咁可能你就仲係一個 Zone 1嘅心率。對於刺激你嘅線粒體咧，效果未係咁好。Zone 2嘅訓練建議咧每星期做3至4次，每次最好維持到45分鐘。一開始咧都建議你揀一啲可以穩定控制心率嘅運動，例如喺跑步機上面較上斜嘅坡度急步行，或者咧係踩室內嘅健身單車。最緊要就係速度保持均勻。當你每星期都累積到足夠嘅Zone 2啦，咁咧你就仲可以再 upgrade 加多一堂 HIIT。例如你係全速衝刺咁樣去踩單車4分鐘，跟住咧就慢速休息4分鐘，一路重複4組，咁樣一低一高嘅配合，你嘅 VO2 max 就會出現爆發式嘅增長。第二，我哋就需要有對抗衰老嘅鋼筋水泥，亦即係我哋嘅肌肉量同埋壓力。好多人以為人老咗肌肉就會自然流失，慢慢可能個人會變得瘦啲，皮膚鬆啲。而我喺度想同你講，肌肉唔係單單為咗靚，佢係你嘅長壽器官。肌肉係我哋身體最大嘅血糖緩衝區，你食落肚嘅碳水化合物糖分第一時間就會儲喺肌肉入面。但如果你嘅肌肉量太少，你嘅血糖就冇地方可以放，就只可以留喺血管或者變成內臟脂肪，直接引發胰島素嘅阻抗。隨住我哋年紀越嚟越大，我哋就會以每年1% 嘅速度流失肌肉，
而當呢個肌肉量流失到某個程度，喺醫學上呢，你就叫做有肌少症啦。書入面呢，亦都提到一個好有趣嘅指標，就係壓力。哈佛大學做咗好多嘅研究，發現壓力弱嘅人患上腦退化、心臟病同埋全因死亡率嘅風險都會比壓力強嘅人高出好多。因為壓力就直接反映咗你全身嘅神經同埋肌肉系統嘅整合能力。Peter Attia 就建議我哋唔好淨係去公園散步或者慢跑，每星期呢一定要做到2至3次嘅重量訓練，特別係要練一啲大嘅肌肉群組，例如我哋嘅腳部同埋背部。如果你係個健身嘅新手，啱啱去到健身房呢，就可以做多啲器械嘅訓練，因為呢啲嘅訓練軌跡相對比較固定，你係冇咁容易受傷。或者更好嘅情況下，就係有教練去做指導。好多時呢，老人家跌親引發嘅骨折同埋併發症，就係大病衰老嘅開端。而當我哋有足夠嘅肌肉量，我哋行每一步路都可以更加穩定，相對地意外跌倒嘅風險呢就會低啲啦。而第3個指標呢，就係作者獨創嘅概念，就叫做8歲老人10項全能。我覺得呢個概念都非常之好玩。作者呢就要求我哋每一個人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就係當你100歲嗰陣，你身體仲可以做到邊10件最基本嘅小事呢？講緊呢10件小事唔係叫你去做奧運跨欄，而係講緊真係生活場景嘅事。例如你可唔可以唔靠任何扶手，直接喺地板度企起身呢？又或者你100歲嘅時候，你可唔可以自己一個抱起30磅嘅孫，維持10秒呢？甚至你100歲仲可以去旅行，你上飛機拎住個20磅嘅行李，你可唔可以自己將佢舉起身放喺飛機嘅行李艙度呢？可能你會覺得，哇，呢啲動作咁簡單，有幾難啊？但你要知道，身體所有嘅功能都係會逐年遞減。如果你希望你100歲嘅時候依然可以舉到20磅嘅行李，咁扣翻你每一年嘅肌肉流失率，你50歲嘅時候就至少要輕易舉到50磅嘅重量。而如果你依家唔開始去儲呢一個嘅健康本錢，到時候你根本就唔夠扣。講完運動呢一粒最強嘅長壽藥之後呢，我哋都要認識下點樣去飲食。Peter Attia 咧就唔建議大家盲目去跟從生酮啊，或者長期斷食，因為咧當你唔識嘅時候，話唔定你第一件流失嘅就係你嘅肌肉。佢強調嘅，我哋就用精準嘅營養管理，想打破肌肉流失嘅魔咒，我哋就一定要精準分配我哋嘅蛋白質。好多人覺得年紀大咗就要食得清淡啲，日日飲清湯食白飯，但喺醫療3.0都同你去講，呢一件事係親手毀滅緊你嘅免疫力同埋肌肉。因為隨住我哋嘅年紀增長，我哋嘅身體會出現咗一個生理現象，叫做合成代謝抵抗，亦即係話你身體嘅細胞對於蛋白質變得越嚟越唔敏感。例如你20幾歲嘅時候，你食塊牛扒，身體就可以好輕易啟動肌肉嘅合成。但當你過咗50歲，你食翻同樣份量嘅蛋白質落肚，你嘅身體就啟動唔到呢個合成嘅機制，佢就以為你冇食過，最後你嘅肌肉都依然會流失。而科學數據發現，為咗對抗呢一種老化，中年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就需要食到1.6至2.2克嘅蛋白質。例如一個60公斤嘅香港人，你每日就需要大概100克嘅蛋白質。好多人以為食到100克嘅蛋白質係好簡單，但你諗下你每日食緊啲咩？早餐食個火腿通粉，午餐就食個燒味飯，你加多隻蛋就覺得自己已經食得好夠。但你計一計，你發現你全日食翻嚟嘅蛋白質，分分鐘都只係得你全日需求量嘅20%。而身體每次啟動肌肉合成都需要有一個臨界點，喺醫學上面就叫做亮氨酸門檻。你需要喺嗰一餐攝取超過30克嘅優質蛋白質，你先可以成功啟動呢一個合成開關。如果你食唔夠嘅，呢啲蛋白質就啟動唔到你嘅合成開關，結果就變成垃圾排走咗啦。具體蛋白質嘅建議，我當100克為例啦，最好就平均分開去早午晚3餐，亦即係話你每一餐最少要有30克嘅蛋白質類嘅食物。咁30克大概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？就你可以攞隻手出嚟，唔要所有手指，淨係睇掌心嘅部分。呢一個對你嚟講就叫做1份嘅蛋白質。例如你食雞胸肉啊、三文魚扒，咁就大概係1塊半就有30克嘅蛋白質。又或者你食雞蛋嘅，一餐你食到4至5隻雞蛋嘅，咁你一餐嘅蛋白質量亦都可以達標。咁所以你會發現，其實我哋日常嘅飲食入面係好難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所以你都可以適量喺你嘅飲食入面加一啲嘅營養補充品，就可以將你蛋白質食唔夠嘅部分可以補充翻啦。而除咗運動同埋飲食，另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就係我哋嘅睡眠。好多人以為我哋瞓得耐就等於健康，但其實完全錯晒。Peter Attia指出，瞓覺唔係單單為咗令身體休息，而係令我哋嘅大腦喺度做大掃除。當你進入深度睡眠嘅時候，你大腦嘅膠質淋巴系統先至會開始運作，
而呢一個系統就會好似高壓水槍咁樣去沖洗你嘅腦細胞，洗走日間累積落嚟嘅毒素。而當中最關鍵嘅垃圾就係類澱粉樣嘅蛋白，亦即係叫做亞茲海默症嘅元兇。如果你長期熬夜或者睡眠質素差，呢啲垃圾就會喺你嘅大腦皮層結塊，直接引致腦退化。而想優化呢一個排毒過程，你就要掌握史丹福大學著名嘅黃金90分鐘定律。你入睡之後，第一個嘅睡眠週期就係最深度嘅睡眠，而呢90分鐘就決定咗你成晚嘅排毒效率。如果你有試過明明瞓咗8個鐘，但起身嘅時候成個腦仲係昏昏沉沉，覺得好似有啲腦霧，咁呢其實就因為你瞓覺之前大腦太過興奮，導致你根本進入唔到深層嘅睡眠，而大腦嘅垃圾車就成晚都冇開過。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係調節我哋嘅溫度。臨瞓之前90分鐘可以沖一個暖水涼，呢個動作可以將血液引導去皮膚嘅表面散熱。當你瞓上床嘅時候，核心溫度就啱啱好開始下降，咁呢就會對大腦發出強烈嘅睡眠信號，令你可以快啲進入深層睡眠。而另一個更重要嘅就係光線管理。臨瞓前1個鐘，你需要放下你嘅手機，因為電子屏幕嘅藍光會直接欺騙大腦，令大腦以為依家仲係中午，而佢呢就會殺死咗你身體入面嘅褪黑色素，令你嘅大腦就算喺黑暗之中依然瘋狂運作，排唔到毒。而講咗咁多身體嘅保養，其實 Peter Attia 喺書入面都提及過一段係最感人嘅片段，就係佢承認自己曾經就係一個情緒廢物。佢以前呢係一個癌症嘅外科醫生，事事亦都追求完美，但內心係非常暴躁、非常自私。佢可以好精密咁樣切除腫瘤，但就冇辦法同老婆仔女好好咁溝通。最後佢發現，如果你生活得好痛苦、好孤單，你根本唔中意自己，咁你嘅長壽又有咩意義呢？中意翻今日所講嘅呢一本《超預期壽命 Outlive》，長壽唔係一個數字，而係一種人生嘅投資。Peter Attia 最後都引用咗一句說話，就係人生嘅意義唔係關於成為任何嘢，而係關於卸下所有唔屬於你嘅嘢，做翻一個本來嘅人。想健康長壽，需要嘅就係你每日微小嘅選擇。預防永遠比治療係更加慳力，而50歲就係我哋嘅黃金窗口。只要你仲有呼吸，幾時開始呢都唔會太遲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嘅，請你記得 like 咗佢，亦都 share 俾你最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。只要多一份嘅健康資訊，改變佢嘅觀念呢，就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。到100歲嘅時候，到底你最想做咩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，我都會一一睇晒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